这个视频介绍了 NVIDIA 发布的新 AI GPU 芯片，名为 Blackwell。以下是视频的要点。GPU 以数学家、博弈论专家、概率论专家 David Blackwell 命名，这个名字被认为非常合适。视频中介绍了 Hopper 芯片，表示 Hopper 改变了世界。紧接着介绍了 Blackwell 芯片。Blackwell 芯片拥有2080亿个晶体管，展示了芯片上的2个晶圆。这是第一次2个晶圆以这种方式紧密结合，让2个芯片看起来像一个芯片。2个晶圆之间的数据传输速度达到10 TbS， 每秒10太字节。视频中 NVIDIA 的创始人黄仁勋以幽默的方式向观众展示了这款新芯片，并强调了其强大的性能和创新的设计。